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邀請到 Dr. Charles 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其實呢排我留意到一個好值得討論嘅現象，就係所謂嘅精緻窮。明明人工唔係高，但生活過得比邊個都奢華。Dr. Charles， 你點睇呢個消費陷阱呢？Kathy， 多謝你揾我分享。其實呢個精緻窮或者叫偽富嘅現象呢，喺心理學同社會學角度都好值得研究㗎。根據明報之前一份關於年輕人消費習慣嘅專題報導，指出而家唔少 slashy 或者職場新人每個月差唔多用晒成份人工去維持一個睇落好體面嘅生活，例如日日飲精品咖啡、買名牌手袋、去最紅嘅餐廳打卡。佢哋背後其實係有一種補償性消費心理嘅，因為喺現實世界入面呢，買樓或者向上流動嘅機會好似好遙遠，所以佢哋會選擇將有限嘅資源投入落去一啲即時可以得到滿足感，同埋喺 social media 上面可以展示到嘅 lifestyle 入邊。呢種消費模式呢，其實係一種生存焦慮嘅體現。喺 ENFJ 嘅眼中呢，我好明白大家想追求美感同被認同嘅心，但如果呢份美感係建立喺負債或者零儲蓄嘅基礎上面，佢其實係一場好危險嘅幻象。呢種先使未來錢嘅行為，透過唔同嘅 buy now pay later 平台被不斷放大，令到年輕人好容易陷入一個循環，就係為咗維持一個根本唔屬於自己嘅生活水平而瘋狂工作，最後失去咗對生活嘅掌控權。係啊，聽你咁講，真係覺得嗰種壓力好大。我身邊都有朋友明明卡數未清，但一見到 IG 啲 KOL 去邊度 staycation， 就會覺得自己如果唔去就係對唔住自己，好似會輸咗俾人咁。呢種比較心態係咪最致命嘅原因？ Kathy， 你講得好啱，呢個就係所謂嘅 status anxiety 地位焦慮。BBC 曾經有一篇關於 The Psychology of the Flex 嘅分析，提到社交媒體完全改變咗我哋對貧窮同富有嘅認知。以前我哋只係同隔離屋比較，而家係同全世界最富裕嗰1%嘅生活片段比較。我哋睇到嘅係人哋精心修飾過嘅 highlight reel， 而唔係人哋背後嘅辛酸。當我哋不斷碌手機，大腦會分泌多巴胺，令我哋產生一種我買咗呢件產品，我就會擁有同嗰個 KOL 一樣嘅人生嘅錯覺。真係好可惜啊！好多人為咗呢幾秒鐘嘅虛榮感，犧牲咗長遠嘅 financial security。其實呢種消費陷阱最陰險嘅地方係佢將消費同個人價值掛鈎。你買唔起最新款嘅 iPhone， 或者你冇去過嗰間貴價 cafe， 好似代表你呢個人唔識生活或者冇品味。但係其實真正嘅生活品質係由內心嘅平靜同自由決定嘅，唔係由將 credit card 嘅 limit 決定。我哋要學識去問，我呢個消費係為咗滿足自己嘅靈魂，定係為咗束住人哋把口？真係呢句塞住人哋把口好深刻。我作為 INFP， 有時都會覺得要保護好自己嘅內心世界，唔好俾外界嘅雜音干擾。但係 Dr. Charles， 如果有人已經跌咗入呢個精緻窮嘅圈套，佢哋應該點樣去調整自己嘅心態，重新揾翻個平衡呢？首先要有一份對自己嘅慈悲心，唔好太過責備自己。我哋身處一個每分每秒都叫你消費嘅資本主義社會，要清醒真係好難。我建議第一步係要做一個價值觀大掃除。你要攞支筆寫落嚟，除咗物質之外，乜嘢係真正令你感到快樂嘅？可能係同朋友一次深度嘅對話，或者係喺公園睇一場日落，呢啲都係 free 嘅，但帶嚟嘅滿足感遠比買一件名牌 T-shirt 持久。根據心理學研究，體驗式消費通常比物質消費帶嚟更長久嘅幸福，但前提係呢份體驗係你真心中意，而唔係為咗影張相。第二，我哋要建立延遲滿足嘅習慣。當你想買一樣嘢嘅時候，強制自己等48小時，你會發現好多時候嗰種非買不可嘅衝動，過咗2日就會消失。我哋要將對精緻嘅追求由物質層面轉移到精神層面，例如閱讀一本好書、學習一門手藝，呢啲先係真正會增值人哋攞唔走嘅精緻。係啊，真係要明白，你嘅戶口結餘唔代表你嘅個人價值。當你唔再需要透過消費去證明自己嘅時候，你先係真正嘅富有。聽完 Dr. Charles 咁講，我覺得成個人都好似鬆咗一口氣。原來我哋追求嘅精緻唔一定係要用錢堆砌出嚟嘅。咁 Dr. Charles 針對今日呢個話題，有冇2-3個反思問題可以留俾我哋嘅聽眾呢？好啊，
我有3個問題想大家喺呢個星期靜落嚟問下自己。第一，如果你嘅 social media 戶口聽日就會消失，你依家想買嘅呢樣嘢，你仲會唔會買？第二，你目前嘅消費入邊有邊一部分係為咗補償你對現實生活嘅不滿？第三，如果你擁有咗你夢寐以求嘅精緻生活，你心入邊嗰種焦慮真係會消失嗎？希望呢3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去重新視察自己嘅消費動機。多謝 Dr. Charles 今日咁溫暖又有深度嘅分享。各位聽眾，希望大家喺追求美好生活嘅同時，都能夠守住自己嘅內心，唔好跌入消費陷阱。咁我哋下集茶找智慧再見，拜拜。